大家好，今日呢條片係教大家利用畢氏定理去求未知量嘅。畢氏定理有唔少同學都聽過㗎喇，咁但係其實係咩定理嚟嘅呢？呢個定理其實係應用喺直角三角形上面㗎。如果而家我要求你畫出一隻直角，相信你身邊有好多物品可以輔助你畫到直角出嚟，例如書本啦、間尺或者銀包入面任何一張卡都有直角。但係對於以前嘅人嚟講，佢哋冇精確嘅工具輔助。當佢哋要做啲重大嘅事情，例如起一座建築物，要穩穩妥妥嘅，必須要確保建築物嘅四個角落都係直角。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呢？辦法好簡單，佢哋需要嘅只係一條繩。首先，佢哋將呢條繩均稱地打出結先，然後利用嗰條繩做出邊長為3、4、5嘅三角形。咁樣呢個三角形裡面最長嘅邊5，對面嗰隻角就正正係90度啦。呢個世界有好多直角三角形㗎，當中有唔少直角三角形嘅邊長其實係包含小數㗎。而剛才我哋用到嘅3、4、5邊長嘅直角三角形，由於三條邊都係整數，因此佢哋經常俾人攞嚟使用。剛才我哋提到畢氏定理，就係表達直角三角形三條邊嘅關係。直角三角形之中，首先最長嘅邊就正正係直角對面嘅，我哋稱為斜邊；而直角旁邊嘅兩條邊就較短。我哋將較短嗰兩條邊，首先各自各平方，即係二次方，再加起嚟，得出嘅答案一定係等於斜邊嘅平方㗎。呢條公式就係畢氏定理啦。我哋可以試試將剛才成日畀人利用嘅直角三角形3、4、5三條邊擺入去試下驗算。最長嗰條邊就係斜邊5嘅二次，自然係25。短嗰兩條邊3嘅二次加4嘅二次，即係9加16，咁啱都係25。對於任何大小唔同方向嘅直角三角形嚟講，佢哋嘅邊長都一定符合畢氏定理㗎。例如呢個邊長為 h、k 同埋8嘅直角三角形入面，根據畢氏定理，先揾出最長嘅斜邊，即係直角對面嘅邊8嘅二次係等於另外嗰兩條短嘅邊嘅二次總和。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寫出畢氏定理 h 二次加 k 二次等於8二次。畢氏定理顧名思義就係數學家 Pythagoras 發現嘅定理，但原來喺歷史上其實有不少數學家用唔同嘅方法證明到直角三角形三條邊嘅關係㗎。有啲人仲早過 Pythagoras 提出呢個發現，不過由於當時冇清晰嘅文獻記載，所以大家都當呢個發現係由 Pythagoras 最早提出嘅，因此呢條公式都用佢嚟命名。如果同學想了解更多點樣證明畢氏定理呢，大家可以參考 TED-Ed 嘅呢條片，佢有英文同埋普通話嘅語言，去俾同學去聽返當中嘅證明係點樣做嘅。而家我哋試下以畢氏定理去求三角形當中嘅未知邊長先。呢條題目直角三角形之中已經有兩條邊係畀咗你㗎啦。而家我哋需要揾出 A 呢個數值。首先喺呢個直角三角形裏面，我哋要揾出最長嘅邊，即係直角對住嘅邊。呢條就係斜邊啦。根據畢氏定理，短嗰兩條邊各自二次加起嚟，就會得出斜邊嘅二次。寫返個原因，我哋用咗畢氏定理，然後經過運算，A 二次等於1156，
將疑似搬去對面做開方。A 得出正34或者負34。由於邊長必為正數，所以我哋將負數嘅答案寫去 A 就計出係正34啦。嚟多個例子，呢條題目同樣有兩條邊已知，我哋要揾出 y。首先，我哋必須要揾出呢個三角形裡面斜邊係邊條邊，就係直角對住嘅呢條邊啦。咁因此，短嗰兩條邊2同 y 各自二次加起嚟，就等於斜邊3嘅二次。寫完原因不是定理之後，我哋就運算二項，得出 y 嘅二次係5。二次搬去對面做開方，得出正開方5同埋負開方5呢兩個答案。負數式我哋寫去，最後利用計數機，得出最後答案2.24，攞咗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嘅。今日嘅教學片嚟到呢度，如果有任何嘢唔明白，歡迎去課室再問老師。拜拜。